有人話香港好得，無論過去幾得，啲人會收緊你，最緊要心機，對手係屈機，所以你個嘅人，你冇人，應該要親戚嘅收咗佢，我發嘅夢當發夢，你冇膽出去捉真佢，慢慢下屈屈不得意，前到家有個嘴有啲。所以你揀嗰個人唔係你嘅興趣，今次嗰個人要係你最啱嘅心態，生到成頭陣水，後悔，搞到午夜夢回來兩滴淚水，點解唔請走佢？我問點解唔追上去？從今以後，請你心口抬起頭，仲有手。選票交俾我，使乜驚比賽？有冇諗過民主夢都可以成真？有冇諗過天空嘅雲等你嚟親？有冇諗過經濟係會影響你嘅人生？睇你敢唔敢？留喺投票，唔好再等。只要支持政府發展，防止長官預算，你願唔願意用呢張票搲開我鹹紙，對住你嘅眼面，陪佢食多啲，用呢張票揾住我歷史又話我無知，即使我都人知，你用呢張票講出你嘅所知，無論正我中唔中意，一齊嚟搞出去，就係無論啦，一齊嚟搞好佢，我哋今日一齊嚟西東區，走，去睇口，繼續睇口，對我呢個氣，對我呢個氣，我呢個氣，多謝你，多謝你，兩排車，一百車，兩排車，呢個氣，多謝你，呢個氣，多謝你，呢個氣，多謝你。時間到，邊位叫得過我？選票交俾我，睇不起我，全民領獎當得好嘛？你個親到邊啊？全民領獎當得好嘛？在上名單支持民建聯，多謝各位支持民建聯，多謝。哇，好正好型，真係好正喎！大家有冇見過張玉成 rap 啊？哇，好嘢啊！真係，佢哋個個都 rap，仲要滑板碌喎。佢哋講真方曼真係好型好正㗎。